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。我發現好多40+女性都有以下呢個困擾：眼皮開始下垂，畫完眼線，隻眼好似望落去更加細，唔知眼尾應該畫向上定向下呢？畫得太粗會遮住自己嘅雙眼皮，畫完呢反而變得好兇惡。今集主要同大家分享畫眼線嘅技巧，幫助大家解決以上呢幾個問題。今集40+逆齡改造計劃，我會分享3個大家需要知道嘅眼線技巧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開始啦。第一個錯誤就係眼線畫得太粗。有時諗住隻眼精神啲啦，所以專登畫粗少少個眼線，其實反而咧望落去更加老啊。因為越粗嘅眼線呢，個妝就會越濃。太粗嘅眼線都有個問題咧，會令到個雙眼皮接位咧更加薄，反而好似變咗單眼皮咁樣。建議做法：畫內眼線，貼住眼睫毛嘅根部去畫。如果覺得有啲困難嘅話呢，其實可以用單手剔起少少眼皮，跟住用眼線筆慢慢將顏色填落去，咁你就好容易畫到一條非常之幼同埋貼嘅眼線㗎喇。顏色唔夠嘅話呢，可以加多一層，精神又自然嘅眼線就畫好啦。第二個錯誤就係眼尾拉得太長或者太低。好多嚟學化妝嘅學生都想知道眼線嘅尾應該點樣畫，因為佢哋嘅概念就係覺得畫得長啲呢，望落去好似隻眼大啲同精神啲喎。其實我哋畫嘅時候要留意返呢條眼線嘅角度，唔可以畫得太低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可以將眼尾輕輕打橫向外拉出，亦都唔建議條線畫得太粗㗎。如果畫得太長，亦都好做作。最緊要個眼尾要係尖尖咁樣拉出嚟，唔可以太粗。咁樣畫出嚟個眼尾呢，就會自然好多㗎喇。大家都可以睇到兩者之間嘅分別啦。第三就係眼線太深色，其實你可以用啡色嘅眼線筆或者深啡色嘅眼線筆，都會比較柔和啲㗎。如果我哋想個眼線做出嚟，望落去有漸變顏色嘅效果，其實你可以選擇啡色嘅眼影，喺呢條眼線上邊再疊加一層。呢個眼影粉嘅顏色會同你個眼線混合咗一齊，令到眼線效果更加立體同埋自然添。其實都有放大眼睛嘅效果㗎。最後俾一個小貼士大家，如果你唔想個眼線咁容易溶喺下邊嘅話呢，你就可以用細嘅眼影掃，輕輕喺眼底度再撲上一層定妝粉，咁你個眼線就冇咁容易甩落嚟㗎啦。我用米白色嘅定妝粉喺眼下邊呢個位置，貼近下眼睫毛呢個位置呢，去上一層定妝粉，令到眼嘅四周呢個位置比較乾爽，佢就冇咁容易將個眼線甩咗落下邊呢個位置㗎啦。所以其實眼線唔係話畫得越粗越好，越深色越精神，而係要畫得精準自然。只需要改變少少畫法，就會令到隻眼更加精神、更加年輕㗎啦。今日短片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 share。如果大家對一對一個化妝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喺片下揾到聯絡資料㗎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